最歷史悠久嘅郵政建築物，1915年啟用為灣仔郵政局，直到1990年被評為2級歷史建築，更加係全港唯一一間被列為法定古蹟嘅郵政建築。呢座過百年歷史嘅建築，結束咗郵政服務之後，曾經改為灣仔環境資源中心。喺2024年9月又再變身成為式炭館，仲請嚟大西鬼同大家推廣環保教育添。館內仲保留咗舊郵政局嘅建築風格，仲有好多有歷史價值嘅擺設，例如舊郵箱同埋郵票機，影相打卡一流。式炭館以碳中和為主題，有好多互動遊戲、講座同埋環保工作坊，等大家輕鬆學到點樣減碳。場內分為4大區域。大西鬼禮賓室有互動屏幕，等大西鬼教你點樣從